来，把这个喝了吧。这是什么？鸡血。月影，听话。怎么了，月影？为什么一直捂着脸啊？日轩，日轩，如果我一直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，你还会爱我吗？我们会一生一世在一起，即便有一天你变成了老太太，我也会一样爱你。日轩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杀了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你杀了我！月影，我真的一点都不介意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还是你，你就是你啊！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。够了，我不想听。月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素女姑姑。冉冉呢？哦，冉冉一个人先回京了。我来找素女叙旧，没想到她已经死了。你走吧，别再来了。走吧。你知道凶手是谁吗？逝水红颜。为什么？在这个世上，只有他想杀死姑姑。如今姑姑死了，小师妹的仇很难再结。
血，血！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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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冉冉，妹妹，妹妹，玉英，小师妹，妹妹，我的乖乖，冉，妹妹，冉冉，妹妹，苏冉冉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要坚持，你可以的，还有人在等你，他们都在等你回去。包子，哎，客官来点包子。我跟你们说呀，老惨了，你们几个是没看着啊？那薛员外家就住在我家隔壁，官府没来之前，我去看了一眼，那场面惨不忍睹啊！那姑娘的血都被吸干了啊，那脸都没血色了。是啊，我听说那脖子上都是牙印，就是吸血的时候弄的。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残忍，居然以喝人血为乐趣。哎，我想，肯定要么是人，要么是鬼了。哎，可别乱说。诸位，你们刚才说的可是真实？那是当然，我们几个说的可都是实话。我媳妇儿当时就在赵员外家干活，吓得都回家了，再也不敢回去了。你快走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我不要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快走！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，让你受苦了。不是，你别看我，你别看我！月影，我答应过你，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我现在就带你走，我带你回家。最近的女子被吸血事件已经引起了圣上的注意，你要抓紧时间抓到凶手。包子，热乎的包子，卖包子啦！包子，鱼，公子要包子吗？请问一下，这是怎么了？外地来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啊，路过此地。啊，那就对了。最近啊，镇上死了好多女孩，身上的血呀都被吸干了，死状十分惨烈。这不，凶手还没有抓到。你看，他们呀都加强了戒备，也挨家挨户的通知了，晚上千万不要出门。前面的告示都出了，还有凶手画像呢。谢谢你啊，没事。包子，热乎的包子。据说这些可都是吸血魔头啊，专门吸人血呀！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就是吸我！一会儿晚上打死都不出门啊！吓人了呀！被他抓住就吸干了呀！我跟你说，这么漂亮的姑娘，啥人的血也吸啊？太可怕了！长得这么漂亮，不像啊！别出门了，真的，要不然小命都活不了了。小师妹，不管怎么样，咱们晚上还是别出门了，这是太危险了，危险！直接在家待着得了。对。我现在出门找点吃的，你自己待会儿。京城附近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哪里都不安全。而且之前，我遇见了萧慕尘，他一直苦练气诀，就是为了能斩断逝水红颜，完成无赦的遗愿。我看，明天一早，咱们先回太乙山，然后再想办法。好浓的血腥味儿。
死在哪儿？就是这儿。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这儿。小师妹，二师兄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我们去报官。走，快！不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他。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小师妹要以吸血为生，我会杀了她。可他并没有。可是她现在已经成为了逝水红颜，一个为了吸血不断杀人的恶魔。萧沐尘，我再说一次，人不是他杀的。事实摆在面前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二师兄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人不是我杀的。如果他杀人吸血的话，他还会是现在这个模样吗？我之前看过逝水红颜杀人吸血，样子会变得很年轻，而且皮囊很新。萧沐尘，你仔细想一想。好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你们走吧。怎么了？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，我真的没杀人。我知道。可是二师兄根本就不相信我。傻瓜，如果他不相信你的话，就不会放我们走了。我总感觉二师兄会回来杀我的。你还有我呢。日轩，我好想我爹、我娘，还有我的哥哥们。你带我回家好不好？好。想不到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。而现在，我竟然是以这种模样回来的。现在京城危机四伏，我让娄家堡的人一直暗中关注形势。今天，他们来通报我，说已经证实了是叶青天杀人吸血，然后又嫁祸于你，所以京城才会出现这么多通缉你的告示。一会儿，如果有人发现你的话，你先走，我来断后。日轩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傻瓜！站住！走走走，快走！站住！站住！走走，你们两个进城干什么？大老爷，我们是从乡下过来省亲的，通融通融。过来。哎，这行了，
走吧。哎，谢谢官爷。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。走吧。站住！你们什么情况？你把面纱摘下来。这位大人，我的妻子染上了恶疾，半张脸呢，已经全部溃烂，见不得人啊。这次我们特地来京城，就是为了找名医苏绰来为她医治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我们正在捉拿杀人凶手，任何有嫌疑的人，我们都不能放过。你说你的妻子见不得人，那得我们看了才行。万一他真是凶手，我们怎么对得起京城的百姓啊？行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多谢。真晦气。哎呀，爹爹，这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老子我哪知道怎么办？哎，你说你这个皇帝舅舅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冉冉是新的逝水红颜，还说那些杀人案都是冉冉干的，要格杀勿论。哎，你说他这个脑子是什么做的？豆腐吗？哎，这冉冉要是回京了，他能不回家吗？能不看他最亲爱的爹爹吗？啊，这冉冉要是杀人凶手，证据呢？哎呀，罢了罢了罢了，这也不能都怪你。很多事情，我们也是不能提前知道的。哎，冉冉身上的红颜毒和逝水红颜之间的传承关系，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我要是早知道冉冉会成为逝水红颜，就算死也不会让她出京的。你们刚才说什么？皇兄要杀冉冉，冉冉是逝水红颜。夫人，夫人，朱阳，赶紧！皇上密旨，令我们老秦家捉拿妖女苏冉冉，同时密切监视苏府动向，如有异动，就拿苏府中人问罪。这是圣上给你的调令，命你为屯骑校尉，掌宿卫兵，协助其他人等捉拿逝水红颜苏冉冉。请恕孩儿不能受令。浪儿，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皇上的圣旨都下了，难道你想抗命不成？
可是冉冉她不是逝水红颜，这当中肯定是哪里出了错。更何况您与苏大人相交多年，您真的打算一点情面都不留吗？我也希望小冉冉没事，我也希望她不是逝水红颜。可是现在，连圣上都被惊动了，我们不能不从啊。况且，小冉冉的事情，如有蹊跷，我们就能及时发现。如果交由其他人去办，未必会对小冉冉有利呀。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。青丝鬓染白，相见时已难，想念成孤寒。当桃花已乱，或摇花已乱，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衫。